议员蔡旺全伫咧7月27号的集训中来向东京奥运的倒球混合比赛选手恭喜来得到铜牌，其中郑怡静选手就是台南龟林区的乡亲。26号因嘛市长嘛到龟林区来甲乡亲做伙来替选手加油。议员就此嘛向市府争取伫咧台南设体育局，希望市府会用予所有在地体育选手有更较好后勤资源，予台南会用栽培出更较优秀的国手来到国际发光。市长表示，设局处的部分因为预算的关系，所以会先针对选手的资源提供更较侪补给。设局处的部分嘛愿意搁进行讨论。这个混双是代表的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就是讲。我们栽培的本土的球员，第一次缔造这么好的佳绩，进入了全世界前3名，这非常的难得，这是较早无的哈。那这时候我就要想到说，我们靠体育来为国争光，我们的台湾队表现这么好，那我们的体育应该要向前行，不可以停，不可以原地踏步。那我们很多各界都很关心的。到底我们台南市的体育处，我们何时能够正式去把它升格，向前迈进一步？立于体育处升格为体育局，相对应的人员经费就会增加嘛，譬如说你教练就可以，因为你是局的规模，但是因为局的规模相对的那个我们的里面的公务员就会比较多，那相对受到我们的总员额法的限制。我们台南市的总员额是受限制，所以尤其在今年初，我们设立了原住民事务委员会，还有客家事务委员会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员额就会比较更紧绷。那但是我可以跟您报告就是说，我们往您刚刚提到的那个方向走是确定的，只是说我们要盘点我们的资源跟人力，来做一个配置。另外，针对今仔日开始降为2级。台南疫苗覆盖率目前是6都的上尾，甲其他的县市排起来嘛是后壁算来第4名。不过疫苗存的量伫台南煞剩4趴。对此，卫生局长表示，因为市府所领到的疫苗数量比其他的县市搁较少，所以甲议员来共同呼吁市民爱赶紧去网站做登记，才会当赶紧提高台南疫苗的覆盖率。覆盖率不该沦为数字游戏但是按部就班，不对。这个都很正确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会去做数字的比较但我们不希望说每次数字出来我们都一直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前段班但是6都比来那你在安装某一些数字就不是那么样的一个进步这些，所以说覆盖率真的短时间希望拜托想个办法怎么冲高怎么冲高？要有方法跟节奏。我艺术系呢，无论是市长，无论是局长，你应该有提出一个方法，能够怎么样快速的提高我们的这个覆盖率。我们的疫苗比人家少，我们苦在追，其实我们都差1%、2%，我们之前差5%、10%的那个分配率。其实我们台南是很努力在打疫苗，到昨天已经26.5% 了。议员提出，台南开放餐饮业会用伫内面食，可能会互真侪外县市的观光客来到本地。呼吁市府应该做出明确的相关应用措施，譬如讲伫火车站还是高铁站来设筛检站，并保留免费的筛检站，方便外县市来到台南的民众会用做筛检，以保护台南继续加零。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